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，今日介紹一間極方便嘅單位，鄰近西貢市中心，常複式1400尺，3房佈局，仲要3個都係套房，價錢係32,000，租金32,000。環境清靜，即熱式熱水爐3相電。呢度行落去西貢市中心都係講緊10分鐘左右，極方便。廚房隔離係工人嘅套房，內置樓梯嘅。1F 就全層都係房嚟㗎啦。唔好意思，更正 2F 先啊，2F 3樓。呢個係主人套房，連埋衣帽間。因為啱啱收樓，所以仲有啲雜物喺度，業主會清理㗎啦。業主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。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